国民党12上午伫台南大田河宫，甲党籍议员以及基层里长进行座谈。伫结束会谈后，接受媒体询问9号中立补选以及立委罢免的结果，朱立伦表示，伊会扛起任何失败甲责任。对于这些失败或责难，我一肩扛起。但是我们对于民主的制衡的道路，我们绝不终止，继续努力。这次的表现当然不如理想，我要跟所有我们的支持者道歉。昨天我第一时间也打电话给我们的候选人，还有很多的党公职，谢谢大家的辛苦，大家的努力。今天开始，我们在台南刚才跟基层的里长座谈，就是我们的脚步不能停止，因为面对最重要的2022的选举，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，倾听基层的声音，尽快的布局，尽快的提出我们的候选人。另外，针对2022的选举，国民党伫全台上艰难的选区就是台南。朱立伦表示，将会尽速伫农历年后成立提名委员会，到时一定会推出上适合候选人。对于2022的布局最困难的是台南。那我们一定要从最辛苦的地方尽快的提出我们的候选人，所以在农历年后，我们就会就完整的包括提名委员会跟提名协调策略小组，我们就会成立。那针对台南，我们一定要来听一听地方的心声，就像上个礼拜我在高雄也都是听一些基层的里长、基层的声音。我们透过这样的座谈，大家把国民党的困境，还有大家共同的心声讲出来，然后我们共同来努力。国民党有太多需要做的事情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基层的努力，一步一脚印，我们才有可能从谷底当中翻身。不然的话，百废待举，每一天沉浸在彼此互相的指责或攻击，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只有大家一起从基层出发。为公投、补选到罢免，国民党接连失败，要如何找回支持者的热情甲团结气势，考验到主事者的智慧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